我個頭吹極都唔乾，吹得耐又傷，好煩啊！我唔吹啦。梗係啦，你個頭咁鬼長，係我就剪咗佢啦。剪咗佢我就唔係 repencil 啦。做公主真係麻煩啦，因為我介紹你用啲好嘢啦。嗱，隻 iPhone 咁大嘅風筒，有齊捲髮棒同埋防霧做小燙斗，吹頭 set 頭一次過搞掂。點用㗎？我公主嚟嘅喎，平時有 stylist 幫我 set 頭，我唔識用呢啲嘢㗎。佢好簡單嘅咋，有4個溫度，冷、熱、57度恒溫同埋熱循環。日常護髮咧，我就建議用57度恒溫啦，要 set 頭用冷熱循環，而且佢風力強，40秒就見到乾爽嘅效果㗎啦。仲有3.5億等離子幫你中和靜電，吹完越嚟越順。仲有佢係雙出風口設計，出口面積咧比上一代大15%，特別啱你啲公主啊，又長又易乾嘅髮質啊。但我聽日去 Cinderella 嘅婚禮喎，我想整攣髮得唔得啊？得啦，你可以用呢個捲髮棒啊，不過你記得180度先夾喎，安全第一啊公主。而且 Pocket Uni 嘅出風口仲要插棒位 update，改善捲髮棒易甩嘅問題，點吹都唔會甩嘅呢嚿嘢。但我成日都去 travel，點拎到咁重嘢啫？放心啦，呢個 Pocket Uni 超輕，唔會佔你好多空間，仲要全球通用電壓100至240 voltage 都用得。無論公主你想去日本、韓國、德國、澳洲、美國、加拿大、中國嘅城堡睇你嘅親戚朋友，都可以用呢個。兩級用啲仲可以自行清理，入風位個濾網打開咧就會清到噶啦。個收納袋咧仲要比上一代更加大。咁正嘅一定好貴啦，等我叫爹哋碌卡先。唔使啦，用我嘅優惠碼即刻減100啦，仲要免郵費添。你住喺個塔度我都送到俾你，仲會送你美妝鏡同埋轉換插座，超抵。留言 hair 我即刻 send 條 link 同埋優惠碼俾你啦。